时候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希望说人不用太多，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对话关系可以比较建立的比较深入，好，那我就随意抽哈，第一张好，当刺青师会赚钱吗？其实觉得很酷，好，你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就是，当你找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你的技术已经在水平以上之后，你要很努力很努力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它就是你赚钱的程度跟你的努力其实是成正比，因为现在就是网络发达，对，然后为了要冲自己的流量什么的，就是你必须要在因为现在应该大部分摄影师都是在 IG 啦，就是在网络上面去做曝光嘛，对，然后你要一直不厌烦的去 promote 自己，去宣传自己，然后你要去用一些比较多可能别的方式，就例如像很漂亮的照片、影片啊，或者是一些文字去吸引到别人的目光。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你做每一个职业，你都不只是要做那个职业。就例如，我不只是要做摄影师，我可能有时候要自己剪影片，然后要会拍一些照片、写一些文字。对啊，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如果你都认真去做努力的话，它相对应的会让就是相对应，它会让你的收入可能会比较稳定一些，对。然后能赚钱嘛？我觉得就是经验累积啦，因为如果你真的很有心，然后很热爱这一份工作，然后你愿意在你的技巧上面突破再突破，突破再突破，我相信每个职业都一样，就是你的努力跟你的收获是成正比的，对啊。刺青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好，是因为时代就是真的慢慢在开放跟进步。对，你要说我大学的时候，我现在35、34嘛，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刺青，其实是一件很前卫的事情就是不是像现在大学生好像身上每个人都有刺青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刺青师的话，它是可以当成一个目标啦。对，就是如果你去努力的话，你可能会相对应的有一些对你希望的收入，这样很努力，要很努力。OK， 对，就要真的把它认真当成一个工作了。OK， 第二个问题，透过刺青，你自身是如何看待痛感在生命经验中的存在性？哇，生理或心理上，有一个语境哦。要去理解一下，因为自己就自己有刺过嘛，大家知道，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怕痛的人，对，我每一次刺我都觉得还是好痛好痛。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刺的时候，刚才有说我失恋的时候去刺的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也是一样很好奇呀，痛感这件事情，身体上的痛跟心痛要怎么比呢？对，我觉得心痛真的比较痛哦。对，我一个人去刺，对。我觉得心痛真的痛很多，然后虽然皮肉上的痛都是还是会很痛，但是它都是可以，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可以承受的痛，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不管是心痛啦，或者是我的那个身体上面皮肤上面的痛，我都觉得要去享受它，对，就是这个过程它是。你很少会有这个过程吧？你很少会有心痛的时候，你很少会有皮肉痛的那么痛，然后这么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你去接受它跟享受它，它是一种修行就是你要去接受这个东西，然后让它存在在你的心里，对，然后去变成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对，这是我安慰客人的用的方式，这样子，对，通常都就会跟他们说啊，你痛过之后。你看到这个东西很漂亮的呈现在你的皮肤上，你会非常有成就感。对，这个东西不只是我的成就感，你自己忍痛的过程也是一种成就。对啊，有人真的痛到一直哇哇叫的。有，就是之前有一个女生，然后其实我们背部是很敏感的，大家可能都比较忽略，背其实很痛，然后她就是刺在那个背正中间这边，然后蛮大的一个图。
然后是一个小女生这样子，然后她就说好痛好痛，她想要哭，我就说好，你就哭出来，然后她就真的就是慢慢在擦眼泪，然后慢慢对一边哭一边，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就是有人在哭对吧、就是真的哭，然后她男朋友就从头到尾握她的手这样，就这样精神支持，对啊，还有吗？好，过来后一个问题，在云林比较少见女生身上出现明显的刺青，有常被喜多啊关心吗？哈哈哈，你是安怎回应，还是改变你的想法？或者是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提问的时候，关于你身上的刺青，其实我觉得去应对还好对啊，反而对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比较少刺青的时候，我一开始露出来还会有一点别扭，对，可是后来习惯之后，就是我倒也没有发生过有人就是问起我身上的刺青，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看起来很凶。有可能不啦我觉得有可能啊。不要问我问题，对对，就是我是 I 人，不要问我问题，这样子。没有，可是我刚刚听你的回应，我突然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说，就是你让你身上的刺青露出来，它是有阶段性的嘛？对啊，慢慢的，慢慢越来越那个心态上是因为怎么样转变的吗？我觉得跟很多人一样，就是一开始大概会希望是有意义的、有故事的嘛，就是可能跟自己爸爸有连结啊，或者什么。然后，但吃到后来就是，它对我来讲是一门艺术，它不再是哪一个故事或是纪念什么的载体的时候，我就希望它就等于是可能今天穿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我很喜欢，我就买了这样。对，所以它等于是我喜欢这个图，我觉得很可爱，就这么单纯。它其实没有什么故事性，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都卡在一个就是，刺青，人生的刺青要有意义吧，要有故事吧。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我就喜欢这个图啊，就喜欢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吧。或者是所谓的意义到底如何去定义？它其实很困难，对，或者是说，我觉得应该说每个人对意义的理解不同。如果你要用别人的意义来成为你自己的意义的时候，就会很别扭。对啊，或者也是很奇怪。对，所以我觉得有故事这件事情，好像是某种程度我们现在对于事情，我的现在比较较习惯啊，就是说我因为认识想要把什么东西纪念在身上，对。但是我觉得刚刚的这段分享，我觉得就点醒到我一件事情是，刺青真的要有故事嘛？对，那个意义到底是怎么样建立的？会不会是真的刺的时候，那个意义才开始发生？真切不迪卡哈。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让自己的作品上到客人身上的自信？对，就是你理解一下那个语句，它是对，一开始啊。一开始就是对，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然后一开始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想说，真的会有人喜欢吗？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蛮幸运的，就是都会遇到很好的朋友啊，或者是贵人帮助，对，然后喜欢你的东西，就是会很正向、很正面的，就是跟你有反馈这样子，然后慢慢一次一次，就是让自己建立起一个信心，对。然后我就还记得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一个认领图被认领的时候，我心里还想说：哈，你真的要吗？本来是你没有自己莫大的怀疑，对对啊，你真的要把它刺在你的身上吗？真的吗？这样子，对啊。对，我觉得，一路上就是你要，我就觉得吸引力法则很重要，就是你如果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对一个友善的环境的话，就自然而然就是你周围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人，对。然后当你想做这件事情的话，真的想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相信我，就是全宇宙人都会来帮你。对，你要真的很喜欢，真的很想做的时候，所以就是，
啊，不然你先回答第二个好了。会排斥在非工作时间回复客人问题吗？我自己的那个工作时间跟非工作时间，就是其实也蛮模糊的。我尽量都会在就是1天之内都会回复掉客人所有的问题，对。然后除非是我就是真的在放假，或是我真的有事情，也会跟客人说我没有办法马上回复，就是我可能过几天再回复。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现在课里也没有很多，所以还是可以自己一个一个这样子慢慢回复这样子。对，就是一个还是有个切割的一个方式啦。对，好，那目前问题就大概这些了哈。就是如果你等一下还有一些问题，想要个交流还是想要个问的，我今麦开红了，还有问题想要问的，哇，这也太亮了，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要补问一下？补问？我就是等下私底下开讲哦，好，安尼等下私底下开讲，好，就是想要啦，就是要个讲一个，这拢是回馈呢哈，这嘛弄有下哈，讲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你等下到婚礼嘛。4档5档，4档差不多4档哈，也是一段无短的时间啦哈。就是其实我也是，就是办这系列活动啊，有一个蛮重要的目的是说，其实阮拢生活在婚礼，还是讲生活在这个区域内面，但是阮会去想讲，到底生活在这的感受是安怎？就是其实我们就常常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说在云林生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感觉？说农田吗？还是说现在可以多一个淹水哈？对那就是对啊，就是有时候会还蛮表面的，对。但是我们就会说，其实你生活在家真正是一个无。或者是会有听到一些说法是说，婚礼其实就无聊啊，文化沙漠啊，对啊。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啦，就是有人生活的所在都一定有文化，但是这个文化是用什么款的声音去听到，有去讲出来无，有去讨论无，伊若无的话，其实阮就会用做表面来是讲别人的讲法来变做阮家己的讲法。所以我们办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希望，不管是让创作者发声，或者让观众也有一些声音可以出来，也是希望说，大家来做这个发声的练习哦。好，想要一个问题就是讲，想要问看看你讲，那用一句话来分享你在婚礼的生活，还是讲婚礼的感受，你安怎来说明？其实我觉得。我是回云林才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怎么说？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对啊，因为自我讨论的路对啊，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台北你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跟生活的。对啊，就是而且压力太大了。对，他那个高压的环境，还有就是你可能一下班一走出门，或者是要上班走出门。你都看不到太阳，因为都是高楼大厦。对，然后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回来云林，其实我也没有计划要待那么久。对，我就想说，我可能只是回来休息一下，陪伴家人啊，然后可能过几天还是会回台北这样子，因为生活圈啊、交友圈什么都在台北。但是我回来每天下班骑车就会看到一大片农田跟太阳、夕阳，我就不想回去了。对，因为实在是就是那个生活感比较丰富，就是比较有层次跟比较丰富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片空间这个风景留下了你。对我突然想到刚刚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刚好自己的家乡嘛，对啊，就是其实因为你刚刚说你就有一些你自己的创作图案都是偏那个本土药草嘛，或者是本土花草，很本土。对，就是你会去特别学习那些知识。对，那我就蛮好奇，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学那些知识，你看你走在路上，那就是一些野花野草嘛。那你学习的那些知识之后，你后来在走在路上，你的感觉上有什么样不同？就会开始想要解成就。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就讲出他的名字。对，因为之前那个在台北就是有跟一个老师学青草啊，他在那个万华的青草乡开青草店，然后
我最喜欢的就是上户外课，就是他是真的带我们到那个山区，然后他就拿一个很长的棍子，然后就只说这个是什么，我跟你们说这是就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解释，然后他就说他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以后就是多看这些植物，然后多问多认识，然后以后就是看到什么就可以指出来，就是自己的小成就啦，就是你可能跟朋友走在路上啊，或者怎样，然后或者去爬山去玩，然后就可以讲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你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一双被打开了眼睛啊，就是生活中的东西元素开始有了它的存在感，这样，好，安尼其实这个讨论嘛到这差不多啊啦，就是真感谢康康，还有康康的分享，还有大家今日的参与吼，等者。